荣园，你看那个看板就是被7月7号甘纳斯台风吹坏的。哦，台南县市屋顶被吹坏，有登记的1万多户哦，可能还有没登记的呢。哦，那你们厉害了，从那个台湾海峡布袋嘉义的布袋登陆的。哦，你看前面画面出现了那个，好像第一次看到的哦。哦，那个是植物啊，好像像那个什么的爪，伸得很长。你看那个一根长长的那个叫麒麟指啊，那现在画面正中央比较下边，麒麟指啊，不是仙人掌吗？麒麟指，好棒哦，叫新荣园哦，花一片。